的信徒们我们除了念佛之外，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可能有遭遇到一些可能你不想要的东西，不想要的东西，但是偏偏它出现了，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才不会受伤，才会得到永远的快乐？什么？我们呢提供给各位几点做参考哈。当出口伤人，你要沉默，要沉默。当有一个人出口就伤你重伤你，故意诽谤你，故意诽谤你用话来刺激你，这时候各位你这样伤人嘛，伤你嘛，故意出口来伤人，你本身是当事者，你要怎么办？要沉默，不要去反驳。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了，无不辩为解脱，不要辩解才能解脱。我们不要是为了跟他共同起舞他讲什么我们很生气，然后我跟他对抗，我也话就是跟你回嘴了，我就跟你强辩，然后一直在那边你争我夺的，然后你输我赢的，到最后你死我活的，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当出口伤人的时候，有人出口伤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沉默不辩，我不要跟你计较，各位知道吗？那你这种人能够忍耐，别人一看这个人太有修养了。你沉默的人，人家说太有修养，一看对方是无理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沉默，那么大家都称赞你，你太有修养。当流言重伤要不理流言就是不实的话嘛，各位，不是实实在在的话是栽赃的，是抹黑的故意的无中生有的这些话，就流言来重伤你的时候，你要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各位对不对？你逃得远远的，不听为干净呢，不听才会干净，各位对不对？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所以流言出现的时候来重伤你，你要不要理他？要对对方无理的时候，当对方没有道理的时候，你要容忍故意找茬，没有理由故意跟你找麻烦，这样子，这种情况没有道理嘛，不合我们做人的人情义理，你要怎么样容忍，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如果你跟他同样用同样的方式跟他对抗，各位两败俱伤。而且别人也说，哎呀，他明明知道他没有道理嘛，你还跟他计较，哎呀，就看出来你太没有修养，不但没有修养，你跟他差不多了，境界是一般的，让人家笑话，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对方没有道理，我们一定要容忍，要容忍。当别人有难的时候要体恤别人有灾难、有痛苦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体谅，赶紧来同情他，来帮助他、协助他，各位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宽大的胸襟呢我们一定要培养这种修养。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人面对的，在这个世间生活过程当中，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可能让你不愉快的，那你怎么样能去摆脱？让你怎么能够跳跃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开朗？各位，那么这些也要沉默，要不要理，要容忍，一定要体恤。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日子呢过得安然自在，欢喜满足。用这几句话呢，给各位大家互相勉励。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